超過半個世紀嘅富林苑位於西半山薄扶林道之上，只有96伙，全部都係大約1500尺嘅大單位。設計單位戶主買入其中一個高層單位，裝修成安樂窩。咁屋苑背靠山坡，交通或者有啲遜色，不過勝在環境寧靜。一家4口，除咗戶主夫婦，仲有2個小朋友，有相應數量嘅嘢需要儲存喺屋企，所以設計師嘅首要任務係要提供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其次，裝修係要符合戶主嘅喜好，佢主要比較柔和同埋簡約嘅風格。設計上點樣配合呢項要求呢？嗱，樓齡超過半個世紀，當時嘅產物廳大房大，而且開積都好平實，超過1500尺，原積嘅睡房都好市正㗎。長型嘅客飯廳亦都有利於將來擺放家私。既然空間佈局上已經有先天優勢，設計師可以更加專注處理戶主一家嘅要求。呢個單位原積就大概1560尺度啦，咁個風格就主要其實就係做翻啲比較溫馨簡約啲嘅風格咯，去配合翻，因為佢業主其實都係大概一家4口，咁佢哋都係專業人士嚟，個細路都比較細，咁佢哋都中意啲比較淺色啊 soft 啲嘅嘢。主要要求比較多儲物空間啦，同埋都係啲比較啲 natural 啲嘅 elements 喺入邊。全屋採用淺色色調，以大量嘅白色配合窗外面嘅陽光，帶嚟柔和嘅感覺。即使櫃身用上石材，亦都唔會感覺到冷冰冰。梳化嘅物料亦都擔當住中和嘅角色，用上不規則形狀嘅布材，俾人一種柔和嘅感覺。為咗避免過於單調，每一個空間都加入咗唔同物料組合而成，例如牆身用咗木材，帶有質感嘅牆布，務求令到單位簡約得嚟，亦都唔會過於簡單。原積3間睡房喺超過1500尺嘅單位裏面，空間尚算充裕。為咗配合戶主工作，設計師係靠近飯廳間多一間工作間出嚟。嗱，Base，我知呢度原積就3間房，而家就變咗做4房，加設咗呢個書房。但係點解咁特別用咗玻璃嚟去做間隔嘅咧？呢間房就首先玻璃間隔咧，就係因為我哋最主要唔想阻隔咗本身佢有嘅光線啦，唔令到個飯廳黑咗。一來引入翻佢足夠嘅陽光啦，二來弧形玻璃間隔，小朋友唔會撞親先啦，望落個視覺上會 smooth 啲啦。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喺將個書房同個客飯廳貫通佢，咁個男戶主同埋個小朋友可以有一個互動啦，大家。單位面積無論幾大，儲物空間或者都唔夠用，尤其是係有小朋友嘅家庭，物件數量會大增。設計師就從廳區入手，喺客飯廳靠近大門嘅一幅牆身加設到頂大櫃，令到儲物空間最大化，同時透過材質運用嚟減低壓迫感。我諗主要嘅用色同埋燈光方面咧，用色都會用翻多啲比較淺色嘅木啦，同埋淺色嘅石材。咁同時就會個感覺會闊落啲啦。咁加上同埋用唔同嘅燈光效果咧，有主要照明 general lighting 啦，跟住同埋一啲燈槽 decorative lighting 啊，去點綴翻個空間，令佢唔會感覺局促咯。都係符合翻個戶主嘅生活習慣啦，佢個生活動線啦。咁譬如入屋呢度，我哋有個鞋櫃，鞋櫃隔離有一張 bench 俾佢哋出街之前小朋友坐喺度換下鞋啊，同埋一啲生活起居需要嘅雜物喺度啦。咁同埋另外一邊櫃就可能就除咗必須要嘅maximize埋佢嗰個儲物空間之外，咁有啲留空嘅位置都會做一啲擺設，咁令佢成個櫃睇落就唔會話咁沉悶，一個全高櫃咁樣。設計師就連走廊都唔放過，向客房偷位，加設儲物櫃嚟增添儲物空間。間隔出儲物地方，廳邊房縮細咗，設計師再將佢同隔離嘅客房打通，成為一間大嘅睡房。設計師將2間小朋友房打
買通咗之後，細個嘅時候咧就可以將玩樂空間擴大，大個咗少少，想有翻啲私人空間嘅話咧，就可以將中間道門拉埋佢。仿延續廳區嘅主調用咗白色，不過現場仔細睇，白色中夾雜住一啲粉色，配合翻小朋友嘅年紀，又唔會過於單調。不過入到主人房就冇完全延續到廳區嘅設計風格，只係喺寢區當中繼續用上白色同埋灰色，反而部分嘅位置，例如衣櫃、梳妝台，都用上比較深色嘅木材。點解會用2個木色去做個主人房呢？咁首先就係第一就想同個客飯廳有一個比較唔同嘅感覺啦，做出嚟入到去有少少另外一個空間嘅感覺啦。咁同埋用2個唔同色調嘅木色咧，咁就會做翻2種好似一個 two tone 木色嘅感覺，去令到整體個空間感覺上個層次感再分明啲。又同埋個設計感比出邊會再重少少。而為咗滿足戶主嘅儲物需求，隔離打造成衣帽間，特別設計亦都可以保留空間感。最主要衣帽間點解要做一個懸空嘅設計咧？就係想唔係所有儲物都係一個 all the way，淨係一個full height嘅衣帽間咁單調啦。咁同埋中間做個中空懸空咗嘅話，感覺上個空間感佢行入去嘅時候都唔會太局促咯，空間亦都會比較闊落啲咯。